杂交，只愿做月老。小鸡盼望亲，奴才夜雨靠，奴才夜雨靠。哦，汪大人来了，有名帖在此，快快有请汪大人。是，有请汪大人。万年兄，大人，请。大人，请说。万英雄，我这就是当朝国舅的勇，下官请来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知汪大人驾到，必真原因，望请示谁？哪里哪里？汪大人，复公不是肉，这是潘年兄。今年早眼看，全是杀人还有些本月奉命陈老子，我就那天要去领四境王亲应家急，说明名声一品三天后，三个月请把花轿去来王大神兄，当朝国舅是新贵，把龙江能派往亲，心花开，自从大人请作文，我早是去信宋江崔俊辉，我命他3单月里回来扬州，给他头亲把婚配，这因为皇天不在老夫娘，穷归不来请那天，王大人请举王亲，把家计还。国舅子也难更王大人，借花献佛，做媒王大人。
叫大圣美意几句，把英雄放宽心，这应聘不巧之事嘛，世上真的来不及。喏，愿我去与不求商量就是。来告诉徐大圣，告诉宋大圣，宋大圣。富贵有话来行酒，太龙富翁新朝退。还能哪里？老爷有何吩咐？还能在。我曾命你派人去松江华地，今朝永庆叫他前来投亲，时隔半月，怎会不见他来？老爷，按小的把实质说来，那少姑爷不是在今天吗？就在明早一定可到。哦，老爷，禀老爷，那穷鬼不，那姑爷邵永庆前来投亲，现在门外。怎么？邵永庆他果真来了？是我有情。是，老爷请少姑爷才到。曹永庆，哦，也许来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谢有他人。不能不改，在将姑爷把我送到寺堡。用心替姑爷准备香堂酒席，我这次系动允许，许来。是，老爷。也许我现在有临阵得请，此前你3年前推来之文章，留在小女支持以外，两家贫富往来，你可知当初昔日之情吗？又要问求信我，有啊。现在我在草林
街上当面也压定，这人连外不认人，是今是神与连外一起来。司马懿将小姐与我做问问。岳里怪，果真是他，我也是数你为证，看到他了。聪明哪里？小姐，什么也是来不及。娘子这年明白，叫着小姐，叫她好生舒展。也许明天必是王道之日，你们休要为婚。这是岳里外叫接三花水长，你为什么不放心的呢？明人便会小姐为婚。哎呀！无礼！你什么？理该教育小姐思想。禀老爷，相堂一年，请姑爷莫有。禀老爷，酒宴几杯，请姑爷食席。好。一喜，还是喜莫有，还是喜食节呀？一样的。我先点报同志要求。永大人，我看还是现在行吧。好，一喜真是痛快，还能把官在。姑爷约到而来，场都不是。你们要替姑爷多敬几杯酒啊！小心私欲，不得有祸。是。来自我家，不必拘谨。今夜嘛，你应该饮一个痛快呀！为些事未了，等一位定来作备。尤大人，小婿失陪了。他有情，想活过些幸福的花中，我叫你无里无图，什皮肉。只怪你造假，凭自信，手把老虎，心狠毒。老爷死了！讲得清楚一点。是那少姑爷死了。怎么？穷鬼他死了。不能，在你这随便，穷鬼他是怎样死的？老爷，东乡是我梦中巨勇，姑爷今生时机到。
万能下舵，惊涛三百，鼓楼十方，放下酒中烈海，哎呦！对上冒汗，生存经过，安静反叛，切空流血。这是穷鬼死的模样。老爷，伊是眼睛长得慢慢大了，戏子看眼都不必哟。不能，在此事不能对外张扬，这是赵永清路上走了峰会，暴毙而死。是。来，西去迈步石土，再到不正文化西上坟墓，上卡松江华定赵永清之墓，让人人都知道赵永清因病而死。晓得明白。不能在去禀报小姐，在故夜他受疾病而死。是。再到不正文化去禀报李彩英客的，这是小姐驾驭沈国舅，叫他催斩死化。是。
呦，我人都玩不了，就是我老套了。哎呀，假夜的辰光，还有啥人来敲门呢？店家开门。啥人啊？啥人啊？哦，原来是看官啊！好好好，来请进来啊！有老妈妈了。看官啊，我还是来读书来的。好，那么包括雨伞哪来？哎呀，妈妈，这些东西我都是没有的呀。哎呀，看官啊，没包过雨伞，俺扬州地方是有一个规矩啊，没包过雨伞，就怕侬不是强盗就是谁。这是自不来的，请侬问个地哎呀，方嘛。妈妈，小三是个读书之人，是懂得礼仪的呀。妈妈，看一个人都老老实实，像一个读书人啊。不过天已经假夜了，还到啥地方去自说呢？妈妈，好，那么我就让侬今朝夜里注意呀。哦，多谢妈妈，这都不要客气，跟我来啊。妈妈带路。来。看官啊，侬看呀，这个房间倒蛮清静的，侬看好啊？好好。那么侬要吃茶用水嘛，叫我一声，我马上好得侬送来。有劳妈妈。不要客气啊。
家上列早先，我知道东厂同样心相通啊，我与他同饮同食土正夜，费了到李文撇去了月亮光，他还将我推落深深情，多情巧妇泪相聚，为曾念了女子爹。他用意关到扬州把父辈7年间高就应聘到门前，到时间我越想头亲，抚平真爱，也为家3年间。来找报名，多怕冤，把文来女来念。生死间险恶尽，房子穷途思娘泪连连。进退两难是何好？再怕是流落异乡名不见啊！哎呀，母亲啊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看官啊，哎，好多顿啊，为啥哭起来了呀？我没有哭啊，没哭，耶？侬看呀，哎，眼里是啊，过了面孔老乡嘛，还讲没哭呢。妈妈实不相瞒，我在思念家乡，想念母亲。哎，看官，呀，深深金刚万好，给你看上一才好，把一杯浓来托心，千杯受此做烦恼。妈妈，小生我不哭就是哎，不哭就好，哥们早点歇歇啊，我走了啊。多谢妈妈。哎，不要客气。哦，妈妈。哦，客官啊，侬可不能再哭了哦。侬要是半夜上岗再哭啊，这是要迎归上门的人。妈妈，小生我再也不可了。好好好，不哭就好，保重太平无事啊。哎，我走了啊。妈妈真好。好好。母亲。哎，
哎，真是，哎，彩英啊，彩英哎，等侬讲过来，辰光不早，今朝将算不好，么明朝再算，好来困觉嘞，来。翠英，你答应了上家吗？谁该言而有信？我怎么能去爱心呢？还是待我今夜把此话传好便了。
要死得太得算，外婆真他把尸体去看，老爷道上下念明，未必他给家不就带红光，虽算他们强愿分别答应，可是他要与老爷定长约，不我见他还泪奉旨送一军，他定约应行家。有人抵抗，怎么一会儿又无声无息了？想必是我想到了最最的缘故吧。蹊跷，这内中定算是有根源。我虽为不平，只是恨胸怀，真奈我无能为力，难因生写着波。里。
也没有百分的，不能及我难承受。母亲啊，儿子山穷水尽福禄在，看起来母子今生难重圆。母亲啊！还能想出你儿呢？
一番，也可见我心中有情。那这请听。里造家亲，谢父官居称礼部，多因早年丧了命，家道为落在贫困，奉命扬州来留情，只因杀父丧死身。什么名字？我婆名叫他龙江。啥子呢？把水花就是他放的。再问你，我的我有几多少用情？只有我一个少用情。有鬼！落月掌玩得狂，我哪里是什么鬼呀？你不是鬼，我不是鬼呀。你是谁？我当作是谁？真是我不起。客官，你不要生气，只因为我知道的赵永清在刘秋的伯父那天就死了，而且他也死得不明不白，我就把你当作鬼了。大姐，那死去的赵永清可不是我啊！我还有第二个赵永清啊！大姐，小生不善，你哪里知道？他乃是我的同厂李文林，他骗取了我的唯品之文有连贯，我要将我不黑，他是冒名顶替的呀！哦，原来是此。那么后来呢？后来都快叫副下军，我关到了扬州，找到把副下变情真将，谁知那个关门之神，他不肯相认哦！哎呦，不肯相认呀，多坏好啊！慢来，客官，你说的句句是真。小生我不会说谎啊。那么少不了解怎样定情，你都知道？当然知道。哎，说叫我听听。大姐请听。现在媳妇在上。
岳父因故下天牢，我父保证免受刑。他怪恩图报配婚姻，又连贯为贫富美分，从此两家乱不分。一边香港有神与财，还有何不可作证？你是宋江真勇情3年前啊，有情有心宋八夫，四母亲先死分。倘若大帝不相信，别介何必加于罪？我见他识得清来讲得明，果然是这场赵永清。这场，哎呀，大姐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你怎么称我机场来了啊？我也说给你听吧，我名叫李翠英，我母亲呢是白山花的师娘，我想最近动手中，孤儿白家的事我都知道。哎呀呀呀呀！想不到这次为生死姐妹，才妹相认有理了。万里万里！姐妹，是今相识，父妹父子难以对亲，你总算生母机长，看来也是皇孙的了。哎呀，机长，你不要伤心，你不要以为没有凭证就难以得亲，总算你有了有灵官。只怕你的遭遇也要与那李文玲一样哦。此话怎讲？李文玲与你分手之时，可有风寒之病？新疆的丈夫有病痛。这就对了。那李文玲一定是你家岳父谋害而死。事实上来，定是岳父他欺骗爱妇图拉婚姻，我找他评理去。来，你怎样对他去评理？我到公堂去告他。哎呀，他要是一口咬定你不是赵永清，你又别怎样？那我只好回到瓦亭苦读试试，等将来有了一个出头之日，再找他算账我。哎呀，这是愁的事了。明天师傅花家到时候要来迎亲了。什么？姐姐是要改嫁过去了。小姐她可曾答应？姐姐倒是没有答应，只是花家来了又怎么办呢？小姐大度34年受折磨，我不能快他兄来到身边，还有父亲才鸳鸯，看起来夫妻今生难相见。见这张凄凄痛哭。好心酸，自己也总是白的长不断呀。是这样，将我一代天生人，我离该出人没姻缘，路见不明该相知，岂能受身来放光？先生，我带你去见我家姐姐。怎的？真的，只要你听着我的安排，明天就让你们夫妻相会。我这副模样，怎能去见他呢？哎呀，事到事就嘛，我还管他什么模样不模样的呢？怎怕？有他什么？有当是男女有别，顺顺不清，私下相会，有理不合呀。我说你呀，真是个死呆子！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还是怎样自无在言的？哪里还管得了这些都酸溜溜？哎呀，的事哦！
这个好了好了，不要这个打过了。但因为我是带你去见我家母亲，都是太妹，不用谢，太妹，不用谢，别太妹，不用谢，妹。我不能，我不管，忙忙碌碌。我小堂里为把火做，我西厅里为烧媳妇，只因为个心惊肉跳，别跑，别跑。八公啊，你要好好的再仔细查看一下，实是再有差错，你我都吃财不起呀！不能，为跑进这四鬼的小堂，总觉得浑身有点冷酸酸的啦。好嘞，侬也不要瞎讲嘞，我不能讲个闲话了，讲得还有点汗毛淋淋嘞。大姑爷，当时的酒是我头上来的，可是酒里的毒药可不是我下的，侬要分分清爽哦。呸！侬搿只胆小无惧，哦，侬想拿事情都到我的头上推，叫我去推劫谁啊？侬是奉白老爷之命，对，这都是白老爷他出的主意，与我俩无关。侬要讨命啊，就去向白老爷讨吧。好了，八公啊，老爷再三叮嘱，来无锡的宾客一律都从大门迎进，亲自细听。这里是不允许任何外人传入。那么蔡姑娘呢？哎呀，那当然是例外的喽。那么做法是个和尚道士呢？老爷已经说过了，来超度亡灵的出家人一律都从边门进入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啊，老爷说小姐一定要再次上轿，等一位花轿到了，你要请蔡姑娘好好的帮小姐梳妆啊。小堂里听花轿，真是啥子你都还没听见过啦。大哥，我哪里来了？我去禀报老爷。留我一个人来这里呀！哎呦，有副狼子，侬会得留，我还有家。我还会得溜哦！先挂灯彩儿，这
啊？我是来找你的。这位道长怎么单独进府啊？我是奉了八老爷之命，特地从扬州天宝国去请来的。我经常去天宝观，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小道长？他随着道主永于四方，刚刚回来，过年没有看见过。家轻的年纪，却随着道主去四方永于。阿能啊，你可不要小看他，他还是魏忠道长的高徒呢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小道长多多宽容。相公不必客气。小道长，今天特地请你来，叫我将这张草图绑令，你可要督促的道长啊！听蔡姑娘安排。啊，此刻你到里面去用点书章，等一会我会来请你的啊。哦，蔡姑娘，老爷叫我在铃铛侍这里一切由我，你到外面去吧。我在此歇歇。阿能啊，你有没有看见过少姑爷？见过的怎么样？你的少姑爷可好？我的这位少姑爷可算是再好也没有的了。啊，这样好吧？那松索、端汤、哎京剧啊，还有碟啥？哦，你的姑爷这样英俊，不仅是小姐，他要接你从上，就是连死去的姑爷啊，喏，他也会接你好报的。怎么？真的会有报应的？怎么没有啊？啊，反正啊，不信你坐在这里看，等一会姐姐来了，上香的时候，谁好谁坏，一看就明白。怎么个看法？领导里要是没有冤家对头，这点着的香啊，又这啥？实是有冤家对头呢。要是有冤家对头啊，那这点着的香也无所谓。要是他久久不放，这是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。啊，反正啊，你是个好人，对姑爷又怎样好，这烟啊不会咬上你不放的。你放心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！哦，蔡姑娘，我得入肚皮痛了，哎，这里请你照顾照顾。反正啊，哎，拜托，拜托。先生，我看别人已经离席，来不及先去告诉姐姐了。让我到塔厅18号室老爷再说。你在这里等我，要是等一位姐姐来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心急如焚啊！哎，彩妹，你要快去快来呀！先生，你可千万不能随意走动哦。要是有人来了，你快把这个披上哈。知道了呀，小心呀。仿佛草涌千字里。
八路机关呀，红领巾，倒不是度过一把把太妹灯，他是想在我求相随。
何事？刚才基地过夜的贼是你偷喝的了？哼，我方夜道竟敢在灵堂之中戏弄我家小姐！你大姐不要虚妄，我不是夜道，我是你赵家姑爷。你有法等不说不到了，死去的姑爷只有一个，你竟然江外逃上，又冒充我家姑爷，这还不得当面去见过我家老爷去？哎呀，小姐救命啊！啥子你禀告你家老爷小声，我就问不成了。彩妹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彩妹，他这么一提起彩妹，我看这个人啊，并不是个好人。哎，你既然怕起我家老爷，那你就该在我家小姐面前说过明白，还能赏赐于你。哎呀，实不相瞒，彩妹不来，我是不能讲的呀。那你就去见过我家老爷去。走。哎呀，彩妹好什么啊？彩姑娘，王爷到太保殿，不曾讨回娘面，却还几句思想是他亲说，到处不言长悲。原来是此。彩妹，哎呀，恭喜姐姐，贺喜姐姐，我事到临头，喜从何来？姐姐呀，快接愁绪悲伤，夫妻相会在当场。面前不是叶道生，乃是邵永清我这一场。彩妹说话太荒唐，死去的人儿真哇样。死的不是邵永清，难道你嘴上有一伤？是李文明做了替死鬼。彩妹呀，请你不必妄想讲，外佛冤恩苦难言，万般皆空一希望。请你听我说下去，要不然你仔细辨认就明了。姐姐，你不是手上这3年前这张写来的诗稿吗？喏，这是他写的生诗，你不相信吗？仔细对对不就是明白了？人家既然是疑人疑鬼，不相信你，你就跟我回去。是在我店里，他要哭么就让他哭个够，要死么就让他去死。要是愿意改嫁，我叫谁要来的？来，我们走。彩妹，彩妹，彩妹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哎呦，老早好门嘞！姐姐，我告诉你，到你家来投亲的，乃是机长的同窗李文明。他不仅骗走了玉莲馆，还将机长推落深浅。哦，还好，幸亏有人相救。我死在你家里的机长乃是假的，但是我看到的机长乃是真的。为了使你们夫妻相会，好有意要机长身披桃服，混进府中，不料竟被你们当作野道所骂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彩妹，为妻向你赔礼了。算了，见姑姑爷。罢了，你们有什么话还是怕说吧啊？咦，你们2个人怎么越谈越远了呢？是呀。小姐。
公，感谢小姐为我背上，相公一路辛苦，小姐也想哭哈，不可怕。哎呦，这事怎么有时间说这些话呢？你究竟是什么意？要说的话嘛多得很，你怎么反而忘起我来了呢？姐姐，你不要看莫言无人，要把老爷规矩多多。啊，这样吧，聪明，我与你分头守望。要是有人来了，我是会来告诉你们的。有劳翠妹。翠妹，姐姐，你没有见到机长的时候，一天到晚走廊啊，走廊啊，时间机长来了，你倒反而怕起难为情起来了。翠妹，哎呀，快闪！哎呀，翠妹，快闪！哎呀，翠妹，他怎么不开口呀？他怎么还不讲话呀？再不开口，那花轿就要来了。花轿一到，我就无法讲了。相公啊！
我的四分上帝，只有他身后去小的，可是天涯海角无送归。这是。妹妹，姐姐，你们商议好了没有？不由自己。哎呀，姐呀！实在园里我叫来，此刻已在大门外，但等两声即时到，领导上轿谁来带？前妹，刚才相公言道，事到如今，只有他带我同走。哎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队长，你带姐姐到哪里去？又是怎样带法？是呀，快是呀！到如今我还没有想出一个良间之计呀。蔡姑娘，老爷他才是要去上桥来了啊！哎呀，这妹妹，你不想回吧？也罢，此刻是上天不落实的无门，只有比过今日上桥之位再善。来，你们扶上来。老爷说两人今日一到，请小姐署长即刻上桥。生日不是放在那边？花轿水停在这里。好。不用喜娘开来，才有我报响。哎，蔡姑娘可千万不能误了好事人啊！实有本地差错，老爷面前只有我去领水出去吧。哈哈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，都到天涯寺儿。谁过来？哎呀，妹妹，谢小夫子也有福，压过雨下永路，台上国酒称王亲，留神去马无心头。女儿，两人即日一到，为父来送你上轿。啊？怎么？礼色不好，无非有病了。啊，老爷，这他一定是烧水过度的缘故，不要紧的啊。啊！哎呀，王大臣啊，我的大臣昏就过去了。哎呀，老爷，这领导怎么在抖动啊？哎呀，这一定是中下来。哟，这怎么办？我看一定有人做了什么对不起机长的事，今天又将花轿停在领导，冲上了上游去的引领。哎呀，我看大雾要领队嘞！我又不行了。跨进张天师，真下当归！哎呀，来不及了！怎么办？秦郎，你可怎么办呢？既然是灯彩花轿去的缘故，依我看啊，只有将灯彩当赛，花轿当走，才能取过原文救生之地。这个花弟兄，啥叫花轿当赛，叫我事后想过就巧的。老爷，要是延误时间，这事了，我看你有事我想过就交代。
也罢，反正不管。在。你们一起听从蔡姑娘安排。是。反正不管。在。你们带领众人收拾quân马，将东蔡当帅，花轿当贼。是。你们别过来。领导内外在对动，
鬼用外面打嘴啊！大哥，我打。是老爷，打不得，要当出生命来的。好了，在，继续，快，上。老爷，你上了李成的当啦！他是谁？他是天宝国伪装导弹的高度小道长。呸！与我拿下刘贵啊！我从天亮跑到现在30多里路，断命的天没加热，哎哟，真跑得我是上气不接下气呀！哎哟，我有的听到机上的消息啦，那白龙哥有的问侬要不人啊？那，我人啊没坐来嘛，侬讲我像放莲子炮一样，噼噼啪啪放不停来了喽。那侬快说！哎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太厉害！请向老爷讨彩银，我知道毕竟我女儿金不富，传说小将盼望亲，还等爹来无人少帮手，招呼不及无应啊生，怕将女儿完美，虽然是我心到死之。有差，看来呢，不要猜啊！白龙讲这个老东西呀，伊自家也晓得理亏呀。哎哟，伊想来哈哈我呢。伊讲啊，是你的女儿甘于广东，假扮道士，冒充曹永清。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一定是你把他们吵起来了。那么侬不会讲啊？可是那大家的事情嘛，大家两个有啥相关啦？哎，那侬到底是我养出来的呀？我管，我还要侬来讲我啊！我比侬会讲得多嘞。蔡英哈，我看白龙江这个老东西，伊搿能样子嘛，我也索性装糊涂到底呀。我讲，哎呀，老爷。侬来啦讲啥？那，人家么侪晓得的。那把家屋里向的姑爷赵永清嘛，已经死脱了。还有啥人再要来冒充赵永清呢？再讲嘛，那个小姐又不是3岁4岁的小囡了，而且也是那大户人家的贵国千金。对。这个
老爷，侬非要开玩笑嘞呀！快把菜给还给我要带一碗店里去来。妈，要挂火吧？是的呀，把龙宫这个老东西一听我跟人一讲啊，哦哟，这是真是火冒八丈啊，面孔是铁白呀！哎呦，我看把龙宫这个咋头名面孔摆我来嘛，我还索性眼睛一抬呀！我说老爷，哎，侬来了讲啥？那，侬哪能好忽悠我过来胡拉侬个人啊？我说自家发个哟，哎，我说一把要拉一搭家老乡去，我讲请三老四少，大家来评评道理看呀。这个把龙公啊，伊自家到底心虚的呀，伊看见我跟那样子嘛，也拿我没办法，只好等我滚出来了事了。亲啊，那外公呢？哦，外公到镇上打听机场的消息去了。哎妈呀，侬有得听到机场的消息啦？翠英啊？小姐来那里面吧？吃了夜刚困。哎呦，翠英啊！天里机上曹永清哎，他真是那黄脸是谁？苦到给啊！那一天李大小姐到菜府，他是迷失方向，欲为京。刚巧碰到白龙宫，李既然是惊魂不定，如真情，白老爷强将才名没收我，公道诬告他偷盗财宝不入千金，总管受贿用大银，半子当该归该，李既然以为却当真遭天这样。我个老外甥啊，自家的亲生人必得死起回来，我真恨不得打了两个耳光，消消我心头之气呀！哎呦，小家，谢谢呀，小家。恩兄小姐呀，那，我今朝特地赶到这里来，是为了要让想办法去救人。我不是叫侬等一道去死的呀，小姐。是呀，你怎么一想就想到死里？就是给你办法。是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那啥事。轻轻可是死了的
挂其人停射在此。翠郎，你在这里呀？你娘还问我有什呢？司法老爷呀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？哎呀，快请坐。啊，你了，翠郎，我来问你，那天当水花掉，你因我不告而别啦？啊，你是问那一天当归的事啊？哎，法老爷呀，那一日我从早忙到14时，我地上单儿当归文，不见桃香雨相送，老爷侬么自家懂得不中啊人，害得我当官当正平，来日两日苦看报李亚人，好话随我分不清，你是该应多该呀我只说了一句，他倒讲了一寸。好，那天怪我少礼，以后定然不上。如今嘛，我有一件事与你商量。什么事？那天有水花都在一起，你知道现在他在哪里呀？呀，那天吃了小道，上路回忘记了呀。有我儿形影不离，你引他到处赴去，还是只是了的好，免得两家伤了和气。法老爷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哦，我们这种小户人家可吃在不起呢。哼，见你面子你不要，莫怪老夫生气。来人，把官在，我审。是。妈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上当王高的师叔。车儿来，既不是你家伯父，你有什么权，有什么理由到这里来说话？我是小小的闯荡，又是王师傅的公道，我也能进京出差。来人，把官在，与我是。帅哥，拿来。什么？虎气领调。要什么虎气？要什么领调？他老爷的话，谁是虎气，谁是领调？法老爷，你这样不讲理，要是说不出来怎么样？要是说得出来又怎讲？俺妈一定有办法的。要是说出来了，要当要把送官就把一该有你。要是说不出来呢？要是说不出来，我还会那里牛我爬上山去，从此不上大道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
老阿弟啊，侬辛苦了哦。哦哟，老阿弟啊，快吃杯茶啊！哦哟，侬真热死了呀！外公，多谢师母相助。小姐，那个很欣赏的呀，伊有这样不管到长东来了，那侬可以安安心心来那给你养病了啊！哎呀公，打听到机长的消息吗？郑老相都来了讲，再过7天啊，赵永清就要分战了。小姐，我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哎，大家来想办法呀！有啥办法好想呢？这台面的王院里一推走王法，难道是没人好管伊啦？我，嘿，到清官给他请告状。清官，哪里来清官呢？啊，清官，嘿嘿，我早已当庭来了。方才我早才正中问凶险，气得我全身发抖，怒火生。俺看什么16岁三鸟7回，我怨难逃回家门。哟，老阿弟啊，那侬人也回来了没？还到啥地方去当听清官嘞？那我的闲话还没讲完嘞。哎呦，跟侬快跟我去呀！我银子途中看观看，茶馆小茶影相映。我听茶旁有人讲，周应龙他人出京啊！周应龙啊是海外的名声，倒是一个清官的清官。周大人七上进愿为，一不生意莫寻私情，此情正在华阴湾，此去华阴路可行，失去他路400里，朝廷小到3分那里，没想到苦于草船好逮捕，我3岁靠上京啦带我去看华阴去，要把冤情可姐姐你上当无苗并不轻，数不离，荒野说衰你怎样呢？才没让他兵锋难当，举父子随心路遥，我也要赢。小家母身体虚弱去不得，还是我带龙高堂到华阴。我请那侬17高堂殿要关门，把龙将定了起身。那母女2家头不要张了，老汉我带小姐告上去。外公，你这大年纪是我走得动，再说这场的冤枉你说得清吗？哎呦，搿倒也是哦！我来了路上听人家讲，周应龙大人立法圣人，只是讲错一句啊，就要问罪我。亲娘，搿么伊也不好去，我也不好去，侬叫啥人去呢？我去，侬去？我去。如今是这场未出名将王，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是冤枉。谁的本事我清楚，谁家的冤仇我也知讲。千难万险，何所惧？
年纪虽小，胆量倒是大哦。赶侬路上要小心的你。外公这父老几在身，我是为见机行事。彩英啊，可是人民关天，侬要立即动身呀！啊，妈，动身！此菜妹身上，请随我一拜。在应我自不不前。卫兵大人，看天色昏晚，只怕顷刻就要下大雨了，是非待雨过天晴再往路台审案。哎，本来奉旨立案，有私定立规，岂可因雨而失信于民？左右乞讨。
从我离了长堂，一路迎走，出子孙嘞。再过3天，我即将赵永清就要报复发长此战。像我李翠英为了代替这场声援，顾不得披星戴月，长途跋涉，是指望来到华营立即见到刑案他人，不料他要蒙塞路举着才能高尚。今日恰逢而去，我正好前去汉苑。见到大人已往路台而去，看那高尚之人人多，想我是姑娘刘志飞，叫我是我爱记得上。要是我为什么人带不了高尚？却不要断送了这样的性命，虽是我李翠的一番心血，也将父子流水。哎呀，这关心，为汉关刀山有功，有关
下来有一小女子喊冤，传汉元女子，传喊冤女子，传喊冤女子。
来相聚，他关恩定下了儿女情，在世上对亲是我妹长，一对玉莲冠暖宝分，赵家为官本清廉，吕赵为罗家道兵，无奈我记上，他带了玉莲冠，去投青花龙江，早就设下春桃见金，用何呀还是少用情，万别上我姐姐去攀王啊亲，我姐姐她宁死不答应，把龙江叫我村长之花去献殷勤，我正在房中把枝花传，谁知来了少用情。方才你一句言明，曹永清还生死，是我又为到你眼中，你前言不得有女分明有家，来呀困境妈，大人，这哪种淋雨缘不家不记长，他的茉莉家关路不成，在途中遇见了李文啊林，那李文林骗走了玉莲冠，冒充这场是去找亲，故而死的是李文林，但是我的乃是真用情。我见这场遭遇传，带他到把家去夫妻人，恰被八龙江来宽见家机上捆绑送衙门。可怜东吴机上却打来征召，那原令是不论是非判死刑，我为的是不得大人之青天年有八部传扬发元神，女儿上才要看生，难道是我不是自己的条命？啥有谎言来冰刀吹影心愿一同定。此爱
严家，用力打败你将来。是大老爷，你既是一位青天大老爷们，就应该以礼服人。我不要用这种严厉的刑罚来对待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女子呢。要是我方才胆子小了一些，岂不是即将要用人害对了吗？好一个从未打败的小女子！李翠英，你言之有理，本愿加以深思。多谢大老爷，大老爷，我既然再过3天就要报复佛上此债，望大老爷秉公宽断。将李翠英带回衙门。走。有请王大人。王大人，王大人，请说。大弟兄，今日领儿迂回不就，小弟这次前来何喜？王大人，现在多一位求，望多多包涵。哪里，事情把你兄是当场割据的用，娘上之词甚多得很啊！王大人，穷贵无私分在，待领队上了花轿，抬到圣府，我这不不才见着。禀老爷，切上请问，朱云龙大人前来无锡。朱大人，老夫有他说不了，恐怕来者不遂。那你兄多虑了。周大人乃是朝廷名人，他听得你攀了王亲，这叫做名人推王亲，礼尚往来，万分有因，万分有因啊！大人在，打开正门，圣母出令。是。打开正门，老爷出迎。朱大人，
崔大人，请说。说。不老先生，崔大今在华道西去，因爱聚会三夫人，一种此在望京乡用花，两女得多才听。臣蒙喝酒才请来，多亏美容我愿意。因爱青春有多少，万里真情叫他忘记。小女为民不谁慌，今日正好18层。这内外姻缘都是开，我日之前在饮酒。这叫做金童玉女两相伴，若老苦算有心啊恨。不老先生，像是临安圣代，才貌送天，故而不求求情心情。这是临安武艺张道，18岁方才定亲。这个把小姐从小培训，那姑娘无父无叔，婴儿们。大人，我临西厢，提到百一级府来人。不老先生，此时此地，怎会有人喊冤？好。家人为一位小女子喊冤，下官才此呼吸，不老先生正被深夜困得真苦意外，还不当不他委屈。大人，那小女子说，她的愿望只有在此时此地方能早些。哎呀，这都难了。相互奉旨出京，为民立案，真无旁备。今在既有人喊冤，我岂可置之不理？若得收藏身份，有恐怕耽误无锡。大人为国为民百姓国国敬仰，这公子们理应判。大人得老岁，几道雨水，那喜酒还是要喝的呀。听二位所说，这公事二事，还需两件齐美。真要两全其美。这文字很美，深得。好，即使是下官先公后死了，外奉参见他听一用。众军传令下去审他。大人升堂。
先生，这小女子生得一张丽质，下官我不得不问下去呀。有份，有份。小女子，你常高龙将为了无私，用你一一将来。大人用兵。高塔头那黄金是第一张头哎，朝阳就上天亮。第二招未必最最不尽，为派王清华连子郎。第三招毁了园里月武，都岁昨天战损了。老爷他昂要我一抬到马名位，我也时时不应。
本乃是身为奴婢，半开为。聪明，你且下去。我龙将不在本地，越神兵不为后人之贼，有待正将。这都是无中生有，当在没有？没有。传不能不管，传不能不管。害你我欲问，这破乃无名。推荐大人，不能不管。我龙将越爱有些之事，与你儿同谋，还规模从山走来。讲，大人，小人自到白虎来，从不无早有落位，实说我老爷都是亲女婿，小人不知难交代。大胆不能！你不但为自己的来还替我龙将应该，真是个奸刁之徒。不管你与我讲。哎，老爷，我讲。老爷他真叫不能把悲伤埋敷衍，岂空有小夫人来那一生来了你的少用听他命我，人本所放松下来，别的话是我一观众，还是大人我龙将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人争取在其用将来。贵此意不责。嘿！
大人，谢大人。将军身为清平园林，不是内里之内，凡人吞着王法，屡有不幸，为衙听村。我为人心不正，今日才改意，叫我有面目见俺老婆娘亲传命催不三话，这头头有请一官上堂。大人吩咐，传李清不三话，再传少云卿一官上堂。哎呀，恭喜在最后，喜在上。李翠，你不去爵位，不吞私密，张仪圣愿自勇可嘉。